后来乡亲啊，这个5日节食肉粽嘛爱食安心，所以云林虎尾镇农会推出有履历的肉粽，所有的食材包括土豆、香菇甲糯米，拢生产的履历。这项的卡数正受消费者的欢迎，已经卖出3万粒了。永年拢会推出着黄金粽的西螺镇农会，今年是无粽摊卖咯。因为西螺的黄金米今年来减产，卖到拢无存量，所以今年无法度绑黄金粽咯。糯米甲倒落大鼎内底，含土豆做伙炒，炒到半熟的时阵，就甲吐起来包肉粽，甲粽叶摊落开，离糯米内底煎做侪好料的，有土豆，有香菇，拢是在地食材，嘛有新鲜的履历。一直包得了。这是云林虎尾农会所出产的肉粽，因为有生产的履历，所以食了会安心。消费者嘛食捧场，已经卖4万多粒了。因为我们是炒了半熟，加用那个蒸汽去把它蒸熟，所以我们是 Q 的花生是经过我们自己特制，是又绵又细致的花生。农会表示，卖肉粽主要就是要推广农民引进的土豆。土豆的价格虽然讲比往年更较悬淡薄啊，但是品质无够好，价格一直拢溜袂起来。所以希望讲会当卖肉粽嘛兼卖土豆。另外，西螺农会当年的肉粽节拢会推出黄金粽，一粒卖25块。伊嘛是用在地黄金米佮加糯米，配出一个足水的比例。今年会当卖出4-5万粒，但是今年讲因袂卖啊。拄着顶年的这个黄金米这失收吼，产量减足济，所以咱今年唔敢阁继续应对，讲今日这个量若济，咱讲放不出来，对消费者较唔好安尼。农会表示，黄金米的产量本来就较少，一分地敢若会当生产1200公斤，去年收成无好，减2成左右，敢若收800公斤，已经卖了咯，所以想要包肉粽嘛无米啊。